警察啉酒塞车，伫高雄市三线一车，也就是三巡一车，一个姓张的督察休困的时啉酒塞车，经过任务，家己去弄安全岛，互警方发现，刺激玉加记一个大过，并且降掉一般的这个专员的职务。还有2件啉酒塞车的事件，嘛是发生伫高雄，有一个55岁这个阿桑啦，这个2摆啉酒塞车，互人炸落来。拜托的哪靠哪拜托，这个原警讲唔通互伊无头路。另外一个少年的小姐驶一台名车正向，互人炸落来，伊甲原警坦白讲伊有啉酒，抑搁拒绝酒测，当场互人吊销驾照2年，罚金18万。一台白色名车颠倒向驶，看到警察车直接倒外驶走，警察紧甲走落来。驶车是一个28岁小姐，身躯拢是臭酒味，佫无想要做酒测，随口开18万块罚单，吊销驾照2年。吊销你所有的驾驶执照哦，包含你的汽车、机车全部都吊销哦。据测将罚款新台币18万元。另外一个55岁查某人，驶车经过主管，倒弯无拍方向灯，扣走落来，调查发现伊2摆啉酒驶车，1摆酒测钞票，当场以公共危险罪上班。现在去地检署了呢。查某人口甲目孔红，一直拜托警察莫甲伊铿起来，啊无几两工，伊就袂当上班。该当莫互我伫遐，拜托诶。不断拜托员警让其返家，员警解释其为公共危险罪现行犯，依规定需移送地检署。另外高雄阁有一件酒驾，当事人是一位三线一车市长的督察。顶5月30号暗时10点外，伊伫武林区啉酒驶车，弄到路边安全岛，酒测达1.0，红依法上班。将张元记一大过惩处，并降调为一般的专员。市政局记一大个处罚，嘛红降级做一般专员职务，年终考级列表，嘛强调对啉酒驶车的警察，拢会严格查办。我是吴依璇，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？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